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整超簡易免焗藍莓芝士撻。材料有忌廉芝士250克、whipping cream 250克、藍莓醬適量、檸檬汁5克、糖10克、糖30克、藍莓醬60克、奶30克。我哋預熱焗爐350度，跟住預備一個焗盤。我哋喺冰櫃拎咗一冰嘅撻皮出嚟，就放喺焗盤上邊。350度焗25分鐘或者至到金黃色。將10克糖加入 whipping cream 入邊，先開1度攪拌。將容器傾斜少少，打發 whipping cream。打至濃稠少少呢，就可以轉5度繼續打發。打至有阻力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轉動攪拌器，繼續攪拌。打至呢個狀態有紋路同埋倒扣之後唔會跌落嚟呢，咁就可以放一旁備用。開1度將忌廉芝士打至順滑，打至呢個狀態加入糖，開1度攪拌。糖已經同混合物混合咗之後呢，就轉5度繼續攪拌。攪拌至呢個狀態就可以加入奶，開1度攪拌。奶已經同混合物混合之後呢，就轉5度繼續攪拌。攪拌至呢個狀態呢，就用膠刮將旁邊嘅混合物撥返喺中間，再開5度繼續攪拌。加入檸檬汁，開1度攪拌，再開5度攪拌均勻。加入藍莓醬，開1度攪拌，再開5度攪拌均勻。加入 whipping cream 混合物，開5度攪拌均勻。完成。將混合物裝入大嘅標花袋入邊，用夾封口。焗好嘅撻皮呢，放涼之後脫模，反轉掟一掟就已經出到嚟㗎喇。將標花袋剪一個缺口，直接擠入去撻入邊就得㗎喇。我覺得呢個擠法係最靚嘅，直接擠落去，擠到適合嘅高度。大家如果鍾意呢，可以用抹刀呢抹平表面，唔抹都得嘅。完成。今次我用藍莓果醬放一滴喺面上，大家呢可以用新鮮嘅藍莓或者其他做裝飾。超簡易免焗藍莓芝士撻，希望大家鍾意食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希望大家 like 下，撳下鐘仔，分享一下啦。